继续回到台南的国际兰花展，为着疫情要来延期，这个台南市政府是以遍地开花方式，把这花送到全台南市25个景点、机构甲学校，规划出3条的行程，要让大家当放心来看兰花。这满满满几尺兰花非常水，让人看了禁不住赞叹。小心啊！上万株的兰花原本拢是为着3月国际兰花展准备的，受到疫情的影响延期。台南市府转为遍地开花方式，把花送到全市25个景点，有机关、有学校，也佮结合名胜古迹、艺文中心等等，规划出3条赏兰花旅游行程，推荐予市民甲外地游客。另外，也有3车，总共2700株的兰花，业者捐予花山基金会，摕来送予独居的长辈，嘛拍算义卖。也使我们在这一波疫情影响的之下，也可以带给我们一点温暖。捐出兰花做公益，嘛因应疫情，改做微型的兰花展，邀请民众来一撮美丽的赏花之旅。